Hello，我過幾日咧就會出門啦，咁今日咧就準備一下要帶嘅嘢，順便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行李入面都會帶啲咩啦。為咗確保出門口都有好嘅睡眠質素咧，我都會帶住呢一個寧心膠囊㗎。之前拍戲咧，我會經常因為一啲聲就醒啦，而拍旅遊節目嘅時候咧，因為要換地方啊、換酒店咧，咁我都好容易咧會成晚瞓唔着㗎。之後咧見到有演員朋友食呢個啦，係草本成分嘅，咁所以我自己試咗之後都好中意啊。食咗之後咧，你個身體就係好 relax 啦，同埋咧係好無拘無束咁樣瞓着㗎。咁咧係感覺上咧嗰日嘅所有攰啊，同埋煩惱咧係咩都冇晒咁樣㗎。而且咧佢呢一個係對深層嘅睡眠咧係好有幫助㗎。因為好神奇嘅咧就係即使我瞓好少咧，我都會好似瞓飽咁樣咁有精力㗎。咁而家咧我會平時出門啦，同埋拍戲嘅時候咧都會食㗎。仲有呢個高纖維嘅沙律粉啊，咁有陣時咧去旅行嘅時候咧就會食得唔夠多菜啊，唔夠多纖維，咁我都會咧瞓覺之前咧就係加啲暖水，然之後沖半包，咁就熬勻佢。飲完之後咧，我第二朝醒啦，或者係食完早餐之後咧，我都會感覺到咧係想去廁所噶。咁佢嘅味道咧係酸酸甜甜咁樣，其實都幾容易接受噶。最後咧就係呢一個吹風機啦，咁我一般咧就會帶兩個頭嘅。咁一個咧就係可以吹自然嘅直髮啦，而另一個咧就係攞嚟做短髮嘅，咁就係視乎我嗰日嘅心情睇下做咩髮型啦。咁其實咧我仲會帶好多其他嘢嘅，咁不過咧啱啱講嗰幾樣咧就係我無論長途啦或者係短途咧都一定會帶上嘅物品㗎。咁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啦，拜拜。